经陶艺创作者谢宇明的最新尝试，乍看像是某种动物被卡通化。藤蔓就是在显微镜底下，就是长得很漂亮。把藤蔓形容成形状特殊可爱的生物，用陶土做出来。谢宇明把它取名显微镜，干净的净，撇开对人类的危害对应，单纯看待。创作者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他想起大学时差点被当掉的作品。老师又说我很残忍，因为就是婴儿是个活生生的生命，然后就把它做成像荷包蛋的。以复合媒材创作，胚胎隐喻创作理念的成型，坚持说服教授认同他。有时候就是创作者的任性吗？就是还是想要坚持己见。天蝎座的黑色幽默在童话季乍然翻转，一系列童话作品备受好评。童话掉落水面激发的灵感，结合回收玻璃和陶土，走向文创。之前就是展览的时候，就很多人就在研究说那个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就是买回家，就是可以这样子当杯垫放着也很好看。来自艺术家庭，谢宇明初试提升就被认同，父母也很鼓励。2年过后，自我挑战的心又蠢蠢欲动，尝试让童话可以不纯白。谢宇明想脱离大家觉得美观的东西，抗拒作品被定义成商品。如果说没有让大家那么喜欢的话，可是其实隐忧难免，幸好年轻就是本钱。甩甩头，谢宇明再一次进入他的创作异想世界，设定目标就去做，不停留在同一个点。人爱向前看，才会成就大事。人要向前看，才能成就大事。人爱向前看，才会成就大事。人爱向前看，才会成就大事。人爱向前看，才会成就大事。谢谢宗仪老师。